来看基隆市警察局一个53岁警员，昨早起无到警局去接班，查囝去找爸爸，发现爸爸是倒伫个浴巾仔内底，送病院急救，救无倒来，亡生了。因为这个警员有高血压，所以无排除是因为气温大落降来致使着死亡。国县市的统计，为昨到今仔日的早起8点为止，这个乌卡也就是到病院进前就停止心跳的件数，北北基有16件，台中市11件，东部地区嘛有4件。不过目前也未当确定是毋是就是低温来造成着死亡。这个寒流也未走哦，一直到明仔载到后日的透早，拢要真寒。乡亲一定要穿好烧，注意家己身体状况。员警协助失地的老大人平安返去。基隆市警察局一个姓蒋的员警，平时工作真认真，真好斗阵，好人好事，时常受到表扬。可能是因为寒流的威力伤强，所发生不幸。53岁姓蒋的员警，昨早起本来是应该到警察局甲同事接班，不过联络未到人，因查某囝一日去看，发现讲伊倒伫浴巾已经无开啊，送去病院急救了后嘛是无效。伊敢若有高血压，有可能是因为气温汹涌降低来无命。寒流一日来，全台快速的降温，出门的乡亲拢包甲像肉粽同款。有心脏血管毛病人一定要特别注意，因为为昨到今早起8点，各县市统计往生的数字，北部地区家人有5件，台北市有6件，新北市5件，桃园市1件，中部地区台中市有11件，彰化县2件，云林县3件，南部地区高雄市7件，屏东县3件，东部地区宜兰花莲各1件，台东嘛有2件。是讲敢是因为气温汹涌降低所造成的，还阁有待医疗单位去调查。寒流威力真强，一定要注意老大人甲囡仔身体状况，爱穿好烧，以免因为低温造成不幸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